Hello，翻到嚟加密放題。今次我哋講一講12生肖嘅好運秘笈，主角屬雞嘅朋友。2026年丙午馬年，屬雞嘅朋友咧有紅鸞、太陰、天月三大吉星共照啊，桃花人緣超級旺。單身嘅容易遇到真命天子，已婚嘅咧有結婚生仔嘅機會。事業咧係會有女性嘅貴人助攻嘅，整體運氣唔錯，但係需要注意咧貫索勾神、空星帶來嘅財務糾紛同埋人際困擾，處理金錢同埋感情要好謹慎。今年嘅總運勢，壓力中會見到貴人。對於雞嚟講，2026係午酉雙破之年，火旺克金，事業競爭大。但係頭先講過有貴人輔助啦，正財運，偏財咧要謹慎啲。今年咧你要記住低調務實，慎言。你撐過咗今年你會好好。我哋介紹下一啲開運嘅位置。2026適合去嘅地方啦，嘅方位啦，東南方啦。貴人事業都要有突破嘅呢個位。如果你話細細地我唔出去嘅，喺屋企或者 office 東南邊擺定啲植物，或者係水晶塔嗰啲咁啊，有利你合作啊，同人哋合作同埋談判，因為嗰個方位係貴人。南方位都幾好嘅，特別適合一啲做可能 YouTuber 做一啲娛樂行業嘅人，咁記住喺南方嘅發展今年會好好，但係要記住啦，平時喺屋企嗰啲你要保持嗰個地方光冷，光線充足，唔好堆疊太多雜物。另外東北方，咁東北方係偏財位嚟嘅，今年正西方係本命嘅財位。如果你正西方你擺一啲金色嘅風鈴，咁其實有幫助嘅對你。今年忌去嘅方位啦，西北方西北方呢個位今年有少少財務風險。西南方啦，北方啦，正東方啦，火旺克金呢啲位置會有少少破財。講一講咧幸運嘅顏色啦，五行土生金嘅原則冇金是火。我今次推介5隻顏色俾你，一隻就紫色，一隻白色，一隻米黃色，一隻金色，仲有一隻就係鵝黃色鴨屎黃。紫色咧就係貴氣嘅同花運，可以幫你吹起佢嘅。白色咧就可以定你個心令到人緣好嘅。米黃色咧適合佈置下個家居。金色咧就可以揀一啲有少少金點綴住嘅手袋或者係金色手錶都得嘅，但係記住唔好太俗即係少少跟住就 OK 嘅啦，唔好着到成身都係金咁樣。呢5個顏色今年係會比較旺你嘅。今年忌嘅顏色係灰色，重要嘅場合盡量少着呢個灰色，會拉低咗你整個氣場。好啦，然後我哋講啦，食物啦同埋擺設啦。丙午馬年咧適合你嘅食物包括一啲金屬嘅飾物，包括係一啲999金或者係 K 金一啲戒指手鏈嘅。正如頭先講啦，金色旺你噶嘛，要金屬呢啲咁嘅嘢都係好適合你嘅，所以你話戴下啲戒指、耳環、手鏈 OK 嘅，冇問題。少量咁樣貼身啦，太子好貼身嘅。玉石啦、白玉啦、和田玉啦、平安扣啦，可以化煞搵感情嘅，咁可以不妨考慮下。另外可以帶啲本命佛嘅吊墜或者掛頸嘅一啲飾物例如嗰啲不動嘅尊菩薩即係喐嗰啲咧可以喐，可以係銅嘅。咁另外咧就有少少符咒啦，
擺個太歲符或者擺個平安符，咁可以幫你化解口舌嘅，擺喺床頭或者銀包都 OK 嘅。邊度有得買咧？各大寺廟基本上一定有。另外咧就可以左手戴下紅繩啊，戴下啲朱砂啊，戴下啲墨蠟啊咁樣，可以幫你超吉避凶嘅。但係記得定期去先跌下佢。好，我哋講講家居或者 office 嘅擺設啦。咁啊，東南邊咧可以擺啲龍鳳和銘嘅，招到貴人桃花合作嘅。咁啊，東北同埋正西咧可以擺一啲金蟬啊、貔貅啊、銅雞嘅產品嘅。咁呢啲喺網店各大網店都有得賣嘅啦。佢同埋而家啲比較做得直煙啲嘅嗰啲樣咧，Q 啲啊咁樣都冇問題嘅。咁啊，招財嘅喎。咁記住，但係擺設呢啲咧就對內就唔好對外啊，唔好對門啊，會走咗一啲財氣嘅。咁啊，記得定期要打理下佢。咁啊，另外我哋講講植物同埋寵物啦。植物咧，今年咧你可以揀一啲黃綠嘅盆栽，平衡嗰個金土木嘅。咁啊，喺東南邊擺呢啲咁嘅植物啦。有陣時有啲樹仔，嗰啲發財樹，嗰啲咩幸福樹啊，啱你噶，可以減壓增銀元。寵物方面咧，最適合你喺2026咧係狗狗。咁啊，最好揀啲咧黑色或者深啡色嘅，咁啊水木助運啊，非常之好噶。咁亦同埋狗狗3合年咯，虎馬狗。咁啊，可以考慮下，如果你冇養嘅話，咁我有養狗狗，大概唔係呢隻顏色得唔得？唔好咁多顧忌，唔使驚嘅，差少少唔會太大問題。好啦，另外講緊工作方面啊，究竟2026屬雞轉工好唔好啊？其實喺上半年特別唔好，千祈唔好跳槽。火克金破財啊，好容易會產生到合同糾紛。人際關係同埋決策嘅誤判會喺上半年好容易突嘅，所以記住唔好急於跳槽。話人哋俾多少少錢你就諗住走，睇定啲，等到咧明年嘅秋冬金水旺先至再開始喐動。總之 keep 住而家嘅人啦，所有嘢定住喺度，乜嘢都以觀望去睇，唔好衝動。咁呢個2026年咧有咁多吉星幫你，你一定會好嘅。好啦，我哋今日講屬雞嘅朋友講到呢度啦，中意嘅 like、share、subscribe，我哋下一個生肖再見，拜拜。